第3次去九龍寨城公園啊！今次嘅目的咧係睇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嘅拍攝場景啊！佢哋咧喺衙門入邊咧重新搭建咗90年代已經拆卸咗嘅城寨啊！入邊咧啲場景咧真係好逼真、好細緻啊！展覽嘅地點咧就係喺公園入邊嘅衙門。咁我哋就朝住南門方向去咧，就會見到衙門噶啦。由於咧要限制人數啊，所以咧要喺出邊先攞飛預約時間，每次咧就15分鐘。咁其實我嗰日都唔係等咗好耐啫，因為人少啊，平日時間。我唔講咁多，我哋開始今次嘅光影之旅啦。一入門口咧，我哋先了解下佢嘅歷史。其實早自鴉片戰爭時就開始發展呢個地區㗎啦。睇完歷史之後咧，我哋正式咧開始我哋嘅真係嘅光影之旅啦。有8個不同嘅場景，我哋可以慢慢睇，15分鐘時間。啲工作人員話俾我聽咧，就你可能未必夠時間睇㗎，不過咧睇完之後可以再約時間攞飛，繼續睇多一次。天線咧中環交錯，亂糟糟咁樣嘅，都有啲嚇人。呢個都係城寨嘅一個特色嚟嘅喎。我知係精神㗎嘛。我中意啊，陳小品嗰隻咧。嗰隻等陣啊，多講好啦，係啊，等陣啦。陳小嗰啲歌真係好聽啊！中車阿兄，我唔該你上。我出咗望滿晒山㗎嘛，成日跟住我幾時翻屋企啊？靜心睇下啲魚咧，真係游緊水嘅。之後咧都要多謝所有嘅職員啦同導賞啦，喺咁烈日當空之下為我哋服務，感謝。